8月好大雨造成安南区六地寮沿线新顺里等社区淹大水，为了让民众彻底知影原因，了解政府治水方向，议员蔡立青特别邀集水利、公务等相关单位到场，甲乡亲面对面沟通，听出民意。因为咱遮拢会淹水啊，这对咱来讲无公平吼。咱缴的税金，咱缴的逐项嘛拢是白济，为什么淹水拢是咱安南区吼？所以今天特别请我们水利局长一定要来现场。哦，你第讲大落后做，你来做一个30米的迄个涵箱，水来到遮就热了，走必须伫专门溪处理，袂影响到遮嘛。面对这摆强降雨已经超过7高甲涵箱的保护标准，加上新顺桥的暗管无拍开，造成地方淹水灾情。局长区中川嘛一鞠躬向受苦的民众道歉，强调后续已经正式落地寮抽水站、地防池以及新顺桥改建等4件关键性工程，并且向中央提报8点利益，只要经费到位，就赶紧来做。就是在新顺桥的右岸这边来设计一个滞洪池那在最下游的部分呢，我们要设一个抽水站赶快把这个水能够把它往下降。第3个就是我们左岸这边左岸这边这个6块寮排水，就是新顺桥下游左岸这边那我们来再把这个堤防再把它改建好，因为这些堤防都已经很老旧。会中议员蔡小伟嘛说明，在后复原中建特别条例通过600亿的版本以后，立委林俊宪嘛向总统甲行政院争取台南治水优先。原本提出来的版本是560亿的版本，不过呢，林俊宪委员阁特别到另外院去阁争取增加起来到600亿的版本啦所以即摆咱正式通过的这600亿。既然防灾特别条例600亿立法院已经3读通过，地方嘛希望对症下药，伫明年雨季进前赶紧改善，摆脱因淹水的痛苦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